一落機啊，已經聞到有一陣好臭嘅尿味。啲車橫衝直撞啦，好多電單車，唔知點解個感覺咧有啲似去咗印度咁樣，好似一個希臘小島嘅一個感覺咯。望出去，我估呢個應該係地中海啦，但係總之就係好靚。呢一個環境咧，同頭先大家見到嘅 Naples 完全係天淵之別，唔需要山水喉㗎。因為咧啲水係會自動喺度流走，亦都會有啲新嘅水自動咁樣去流入，長期保持喺38.5度一個熱水嘅狀態。你睇下啲水，哇，仲係暖嘅。如果要揀套房嘅話咧，甚至成萬蚊一晚都有。今次嚟到 Amalfi Coast 咧，係去完成我老婆人生 bucket list 嘅其中一項啊。咁所以咧，決定要豪一豪佢嚟到 Positano 住夠4晚，體驗下意大利南部嘅生活。Positano 被稱為 The Pearl of the Amalfi Coast， 係 Amalfi Coast 裏邊最出名嘅其中一個小鎮之一。嚟到呢度真係俾佢景色震撼咗。不過如果要去到 Amalfi Coast 呢個人間天堂，就要先坐內陸機去到 Naples， 再喺 Naples 碼頭搭1個鐘頭嘅船。事先我已經聽咗唔少人講過 Naples 係比較危險，犯罪率高，都有啲心理準備，但冇諗過個情況真係咁惡劣。一落機啊，已經聞到有一陣好臭嘅尿味，同之前 Venice 真係好大對比。啱啱嚟到 Naples， 一落機場見到嘅情況真係嚇親，食啲嘢定一定驚先。話說咧，一出機場咧就遇到有好多人喺度示威，咁啊擋住咗條車路啦。然之後咧見到街上邊嘅情況咧係啲車橫衝直撞啦，好多電單車，唔知點解個感覺咧有啲似去咗印度咁樣。然之後我問個的士司機喺度揸車容唔容易，跟住佢就話好 stressful， 我估佢份工都好 stressful。你見到我啲嘢仲攬住起身啦，就會 feel 到其實喺 Naples 呢度嗰個治安都唔係話特別安全。even 你喺街度見到啲人咧，佢哋咧都係孭住啲袋喺前邊啊，隻手係撳住個袋啊。啱啱都有幾部警車經過啊。我諗嚟到意大利見得最多警車就係喺 Naples 呢度。因為只係喺 Naples 逗留1晚啦，咁諗住慳錢住平啲，點知去到 Airbnb 嗰個嘅大廈嘅地下，我哋揾唔到 lift， 心諗唔通要抬住2個成25 kg 嘅篋行3層樓梯？好彩咁啱有其他遊客經過，話我哋知要先將啲篋搬上1樓先，再坐 lift。原來所謂嘅 lift 啊，係一個鐵籠咁樣嘅物體，非常之古老咁樣。個閘門咧係閂咗幾次先至閂到，搭嗰部 lift 嘅時候咧都有啲好唔穩陣嘅感覺，真係一個好復古嘅體驗啊！終於嚟到 Amalfi Coast 啊，係位於意大利海岸線最南嘅地方。1997年因為獨特嘅自然景觀被列入世界遺產。沿住海岸線有幾個村莊，例如 Positano、Capri、Sorrento 等等，好多色彩鮮豔嘅屋仔同埋勁靚嘅海景。每年咧吸引咗超過500萬嘅遊客去參觀嘅，唔揾資料都唔知，原來呢度嘅物業價格拍得住香港啊！住屋成本好貴嘅，每尺平均都要1000歐以上。因為地形嘅限制，係依山而建嘅 vertical town， 面積得8平方公里，約等於香港島嘅1/10，所以嗰個土地供應真係好少啊！喺我同老婆揀酒店嘅時候咧，都俾呢度嘅價錢嚇親啊！因為閒閒地1晚都要成3000蚊，揀啲靚啲有海景嘅新啲嘅就6-7千蚊1晚。如果要揀套房嘅話咧，甚至成萬蚊1晚都有。一生人一次，點都要試下嘅，所以我哋就揀咗2間唔同嘅酒店去體驗下唔同嘅感受。第一間我哋揀咗一間 Junior Suite， 而第二間咧我哋就 book 咗一間 house。呢度有一個無敵嘅海景，不如帶大家嚟一個 room tour 先啊！啱啱 check in 咗嚟到 Positano 嘅酒店，望住呢個咁靚嘅黃昏，哇！真係人生一大嘅享受。呢度你會見到所有嘅屋仔咧都係依山而建，好似一個希臘小島嘅一個感覺啦。望出去，我估呢個應該係地中海啦，但係總之就係好靚。呢一個環境咧，同頭先大家見到嘅 Naples 完全係天淵之別。嚟 Positano 玩咧有2個玩法嘅，平有平玩，貴有貴玩。平玩嘅人咧，通常都係喺譬如 Naples 啊或者附近租個酒店啦，然之後 day trip 坐 ferry 嚟到呢個島 spend 1日，然之後就即日回程啦。當然我覺得咁樣玩咧就唔夠盡興嘅。最正嘅咧就梗係貴玩啦。貴玩又係點樣嘅玩法咧？嚟到呢度租一間酒店。當然喺呢度租1晚咧就一定唔會平嘅，
望住呢個靚景，除咗係 enjoy 杯酒之外咧，我都諗今晚開市之後究竟點樣去？唔係喎，今晚開市日頭喎，等我嚟多次先。嚟到呢個咁靚嘅景色，我問咗 staff 一個問題。究竟呢度嘅 WiFi password 係啲咩？因為呢度嘅網速實在太慢啦，支援唔到我即係平時要睇股票嘅呢一個網速啦。結果個 staff 就串咗我一句，佢話嚟到呢度仲要上網咁樣。anyways， 望住呢個靚景炒下股票，我覺得都係另外一種嘅感受啊。個 host 同我哋傾偈嘅時候就分享到啦，呢間屋原先係好殘舊嘅，係冇水電，亦都住唔到人。之後就被一個富豪買咗，原來佢一家人咧都住喺附近，喺 Positano 買咗唔少嘅物業，再裝修成為 Airbnb 租出去。呢度平均兩房單位係800萬，咁我諗呢一度本身咁殘舊，亦都冇水電嘅一房單位，應該買翻嚟唔使400萬啦。咁我當佢豪裝要100萬。咁每晚嘅租金大約係12000蚊。Positano 嘅旅遊旺季咧，主要係4至到10月啦。其他嘅月份有唔少嘅餐廳、酒店都會休息。如果喺呢7個月裏邊有15日嘅平均入住率，個 gross yield 都有25%，回報率都幾高喎。今日咧要同大家介紹下呢一款嘅水龍頭，有啲咩咁特別咧 ？check in 咗呢個 Airbnb 之後咧，見到呢個水龍頭咧竟然有4個掣。咁喺外國，即係水龍頭打開，水龍頭水可以飲 tap water 呢個冇咩咁特別啫。但係咧最癲係左邊呢度有3粒掣，呢3粒掣分別係啲咩咧？頭嗰2粒掣咧係 still water， 係飲得嘅蒸餾水。咁點解會有2個掣咧？就係因為咧個 host 同我哋講，呢度咧係有2款唔同嘅 still water。2個唔同品牌出嘅 still water， 咁啊叫我哋試下飲，又飲唔飲到啲咩分別咯？咁而家就試下，幾清甜。試下第2款先，其實冇乜分別嘅，不過咧第2個水龍頭斟出嚟嘅水咧係凍啲，好飲啲，好似。要講講最後呢一個水龍頭，呢個真係大癲，因為咧擰開出嚟之後，沖出嚟嘅水咧。竟然係 sparkling water， 飲啖先。各位啊，飲完 sparkling water， 帶大家睇一睇 Positano 嘅靚景。呢度所有嘅屋都係依山而建，見到全部都起喺一啲嘅懸崖上邊。哇，真係鬼斧神工！今日個天真係好靚，藍天白雲，個海仲有好多種唔同嘅藍色。仲有嗰度咧，見到有一個好 private 嘅沙灘，非常之正。哇，呢度真係完全唔需要落 filter， 異國風情啊，非常之靚。再行入嚟呢個室內嘅位置，我哋見到呢度有一個 jacuzzi， 真係 crazy 啊！可以喺呢一個咁靚嘅按摩池享受住呢一個咁靚嘅景色。最癲係咩？尋日個 host 同我哋講啊，呢個池咧唔需要閂水喉㗎，因為咧啲水係會自動喺度流走，亦都會有啲新嘅水自動咁樣去流入，長期保持喺38.5度一個熱水狀態。你睇下啲水，哇，仲係暖嘅。尋晚 check in 咗，去到而家都仲係 keep 住咁暖，好正，真係好抌本，睇得出。想唔想像到呢度嘅水費、呢度嘅電費究竟有幾貴咧？不過諗一諗，其實都係自己嗰個租包咗啊。正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但係哇，真係冇得頂呢個享受，正。而家嚟到 Capri 喺 Positano 坐咗大約半個鐘頭嘅船程。唔知點解今次嚟到歐洲，覺得成個人嘅體能係提升咗100倍。平時喺香港都好少行咁多嘅斜路。點解咧？因為喺 Capri 呢度落咗船咧，要起碼行15分鐘先至去到個 town centre。呢度嘅斜路已經算係比較好啦。因為喺 Positano 咧，基本上每一級都係樓梯，但係喺 Capri 呢度至少都係斜路。都好啲嘅，但係真係少啲心肺功能都搞唔掂啊！呢度喺 Capri 呢度嘅感覺咧，就係冇咁旅遊區啊，因為咧行上去 Town Centre 呢15分鐘嘅路程，基本上我哋經過嘅都係一啲當地人 local 住嘅一啲嘅地方，咁同 Positano 一個好 tourist 嘅一個感覺係非常之唔同。其實咧個感覺有少少似去咗呢一個西貢，或者係長洲，或者南丫島
當然係靚好多嘅長袖。嚟到 Capri 啲人咧，通常都會睇呢度有啲嘅名店啊，咁啊一路喺條街度見到都唔少人拎住 H 字頭嘅橙色袋仔，咁啊，所以唔少人都會專登嚟 Capri 呢度買名牌嘅。不過咧，要去到買名牌嘅 Town Centre 咧，要喺岸邊至少行15至到20分鐘嘅樓梯同埋斜路先至上到去啊！正所謂咧，想有戰利品都要付出代價，但係為咗 H 字頭嘅橙色小袋子，我都要努力。分享下啲歷史先。Positano 曾經係中世紀嘅貿易中心，但因為個位置喺海邊，12至到15世紀嘅時候，經常俾啲海盜偷襲，導致個損失好慘重。所以當地人就起咗一啲嘅瞭望塔去做防禦，部分去到今日仲見到。去到20世紀初，Amalfi Coast 成為咗有錢人嘅度假勝地。歷史學家喺 Positano 附近發現咗羅馬別墅嘅遺跡，例如 Villa Romana， 都證明咗呢一點啊。去到今日，旅遊業依然都係 Positano 嘅經濟支柱。上嚟旅行最好就係6月至到10月嚟，因為天氣最好，可以喺沙灘嗰度曬太陽，或者坐遊艇出海。而11月至到3月咧，部分嘅酒店同埋餐廳都會休息。可能因為咁，佢啲嘢就特別貴，因為要 cover 埋唔開門做生意嘅月份。除咗風景超靚、消費高，Amalfi Coast 另外一個特色就係 Limoncello 檸檬酒。呢度盛產香甜嘅西西里檸檬，當地人用檸檬皮釀成檸檬酒，酒精嘅成分都幾高，成32%。佢哋通常都會溝一啲白酒同埋 lemonade 去做 cocktail， 幾有特色嘅。我哋坐船入去 Amalfi Coast 嘅時候，就用咗成10歐買咗杯 Limoncello 去試下，之後先發現原來一支酒先20歐啫。去到超市或者機場嘅 duty free shop 仲要再平啲，都覺得好似俾人揾咗笨。呢度唔單止係檸檬出名，啲橙都好甜㗎。有一日食早餐，酒店嘅 staff 就同我哋講：你嚟到 Positano 就唔可以唔試我哋鮮榨橙汁。哇！一飲都真係好正喎，應該係我飲過最好味嘅橙汁，唔係嗰啲加咗糖水嗰種甜，係好 fresh、好香甜嘅橙味啊！去完 Positano 旅行都令到我有啲反思。香港係一個好講求效率嘅社會，但係其實喺人生裏邊好多嘢都急唔嚟嘅。因為 Positano 地勢好斜啦，亦都唔似香港咁樣可以 call Uber， 坐巴士都要行一段路上到山腰先至有巴士站。當我哋慢慢行上山，行到攰嘅時候，就停低睇下啲風景，其實都係一個好珍貴嘅回憶。有時候 slow down 慢活都係一種嘅生活體驗。Positano 刻意去保留翻以前嘅歷史面貌，冇去追求最高嘅 efficiency， 起一啲新嘅交通，但係原來啲遊客都 OK 嘅。反而覺得幾得意喎！原來仲有個地方係咁 raw 嘅。去完歐洲咧，就令到我更加欣賞香港啦。原來方便、安全、乾淨呢啲都唔係必然嘅。記得喺 Naples 搭的士嘅時候，同個司機去傾偈，佢知道我哋係香港人之後咧，就話佢個女一直都想嚟香港旅行，因為喺網上見到香港好多好先進嘅嘢，好多高樓大廈、好高科技嘅感覺，想嚟體驗下亞洲嘅生活。過去3集分享咗好多地方。Vienna、Venice、Como、Positano， 你又最中意邊個呢？歡迎留言分享下你嘅睇法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。Investing is a lifestyle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